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互咱想袂到，原来哦，大家官台语安尼写，大家官，大家就是婆婆，大官就是公公。啊，若丈母丈人，台语安尼写，丈母、岳母、丈人、岳父。啊，有迄个囝婿甲丈人感情真好诶，会叫丈人爸。来讲这个囝婿，华语是女婿，台语安尼写，囝婿。囝婿嘛会当讲是半子，古早人讲囝婿是半子，就是半个后生。啊，以前较无开化的时代，若拢生查囝，无生后生，就会用招的，就叫做招翁、招囝婿。华语招赘、招女婿。过来，婆家的台语是内家，娘家就是外家，也是后头，也是后头厝。啊，若翁仔某夫妻，台语安尼写翁仔某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大家官实在是真趣味。